各位觀眾，想睇最新節目，請撳呢個鐘訂閱工聯熱話 YouTube 頻道啦。各位觀眾，歡迎收睇新一集《工聯熱話》。香港嘅演唱會經濟大旺，吸引大批旅客嚟香港，帶動咗場館周邊嘅消費。所以今年暑假咧，亦都會舉辦多場嘅大型演唱會同埋球賽嘅。今集工聯熱話就請嚟咧工聯會旅遊聯業嘅委員會副主席林志挺阿 Lam 哥，咁一齊咧講下咧發展演唱會經濟嘅建議嘅。Lam 哥你好啊，你好。咁想問下咧，就係而家演唱會對於嗰個香港嘅經濟啦，咁或者其實整體演唱會經濟咁呢一個熱潮咧，咁其實為香港咧帶嚟咗邊啲嘅收益咧？而家講嗰個演唱會經濟咧，係指外地嘅遊客嚟到香港咧，就以嗰個睇演唱會為目的而嚟香港嘅。咁即係其實咧，就係整體對香港嘅無論經濟啊、就業其實都好大幫助。咁以政府最新嘅數據嚟講咧，就由2024年到今年嘅上半年，咁其實咧就香港舉辦咗285場超過1萬人嘅一個大型嘅演唱會咁樣嘅，咁吸引嘅人數入場人數咧係差唔多成400萬嘅人數嘅，咁其中咧有140幾萬咧係來自世界各地嘅，嚇咁樣嘅，咁製造嘅嗰個消費額咧就估計有34億呢一個嘅數字嘅咁樣嘅，咁所以對於整體嘅嗰個經濟咧，其實好大嘅幫助。咁包括咧，因為遊客嚟到香港咧，佢必須要有啲咧交通嘅嗰個便利啦、配套方面啦。咁所以香港而家咧，無論係機場啊、高鐵啊，或者係我哋嘅出入境啊，都好方便。咁呢一個咧就係嗰個交通方面咧，其實都得益嘅。即係譬如話有試過演唱會嘅散場嘅時候咧，就中港直通巴士咧，就差唔多要加10幾20班嘅嗰個車喺度嘅。咁呢一個，咁第二個咧就係住宿酒店住宿咁樣嘅。咁包括係飲食啊。包括係嗰個順便買啲嘢啦，購物零售啊，咁呢一啲咧就都非常之有幫助嘅。咁所以咧就政府估計咧就差唔多有成34億嘅嗰個消費額喺入邊嘅咁樣。咁仲有另外一個咧，對於我哋勞工界係最緊要嘅有就業問題啦，咁樣嘅。咁因為演唱會期間咧，佢需要無論係嗰個場館嘅場務啊、安保啊、加上其他嘅嗰啲飲食嘅侍應啊、售貨員啊等等啊。咁呢一啲咧都係需要人手嘅咁樣嘅，咁所以咧就係變成咧就係一啲特別係啲臨時職位嘅增加，咁所以咧對於整個嘅就業嘅環境咧都係好有幫助。咁所以我哋覺得咧就係演唱會個經濟咧係非常之對整個社會都有幫助嘅。其實頭先提過就大約接近1/3。就係國際嘅一啲遊客，係冇錯。咁其實即係個比例嚟講咧，可能就會係內地嘅遊客咧就會偏多㗎啦。係啦，咁會唔會係其實從以往嗰個尤其即係國家全面開放之後咧，就令到咧呢一啲嘅遊客可以即係出遊啦，便利啦，咁同埋咧亦都係即係亦都係就近嘅一啲城市啦，係啦，香港都係就近城市，咁所以令到佢可以吸引更加多嘅內地遊客嚟香港咧。係香港係有呢個優勢嘅，即係我哋唔好計話香港淨係得700幾萬人口，咁如果嚟開演唱會嘅時候，有冇咁多人睇咧？其實我哋計嘅咧係整個大灣區嘅人口，即係如果計埋港澳大灣區加埋咧，就有成8600萬嘅人口嘅，即係話如果你加埋再遠少少嘅，我哋3個鐘頭高鐵可以到嘅，可以長沙啊嗰啲地方，可能成億嘅人口嘅。咁所以咧就係如果開演唱會，我哋除咗本地歌星之外咧，都有好多華語嘅東南亞華語嘅歌星啊，或者國際嘅嗰啲歐美嗰啲歌星嚟香港嘅。咁所以佢哋一嚟香港嘅時候咧，咁其實吸引嘅就係頭先講嘅嗰一大紮。差唔多成億嘅人口嚟睇嘅，咁所以咧就一個入座率有呢個保證。咁第二個咧就香港嘅交通又方便，出入境又方便。咁呢一個咧都係香港嘅一個發展嗰個演唱會經濟嘅一個有利因素。咁其實你認為咧未來演唱會經濟咧其實係咪值得繼續發展？
好值得發展嘅。而家我哋講旅遊開始多元化咁樣嘅，咁而家睇到咧就係世界各國各地咧都係喺度咧爭取緊呢一個演唱會嘅經濟嘅發展嘅。咁我哋都甚至乎睇到咧就為咗爭奪嗰個演唱會嘅主辦權咧咁大家都好努力去做嘅。咁頭先講嘅香港有呢一個咁嘅嗰個條件，係包括一個國家政策，即係喺十四五規劃嘅時候都講到咧，就支持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咁呢一個政策咧就係對香港一個好大嘅支持。咁跟住頭先講嘅，無論香港嘅交通運輸，即係譬如我哋嘅機場三跑，而家又整好咗啦。咁我哋嘅高鐵四通八達啦，跟住我哋嘅港珠澳大橋咁樣嘅。咁呢一個咧就成個嘅聯通咧，即係無論係內地客、係國際嘅東南亞嘅客，其實佢2-3個鐘頭飛機已經可以嚟到香港啦。即係對於呢一個咧，就係嗰個入座率係好有幫助嘅。咁第二個咧就係香港自由港。即係你樂隊歌星嚟香港嘅時候，無論嗰個審批嘅手續無論係其他嘅嗰個稅率嗰啲其實都係比較係方便去申請嘅嗰啲嘅。咁跟住另外一個咧就係香港嘅嗰個場地，咁都係一個國際級嘅一個場地，再加上咧香港本身都係一個國際嘅旅遊城市，咁其實好多都已經係想嚟香港。咁但係就唔知緊幾時。咁如果突然間佢有個中意嘅歌星喺香港開演唱會嘅，咁佢就會就住呢個時機咧嚟香港順便旅遊埋。咁呢一個咧都係一個我哋可以值得去做嘅，去一路去深化推廣呢一個嗰個演唱會經濟嘅一個有利嘅因素。咁所以值得去做。咁如果長遠發展演唱會經濟嘅話咧，其實有邊啲措施咧，仲要再優化或者改善咧？咁其實而家政府都一路講緊好支持啦。咁我哋又覺得咧，除咗一個政策方面嘅支持咧，咁其實咧就我哋都覺得應該係有一啲實際嘅一個支持嘅。咁頭先講咧，我哋演唱會嘅經濟咧，其實要深掘嗰個經濟嘅。即係話我哋講演唱會加，即係將佢嗰個演唱會嘅附加嘅價值咧就發掘出嚟嘅。咁譬如話演唱會加酒店，加嗰個飲食，加零售。咁其實澳門喺呢一方面做得幾好嘅，咁因為佢咧就有張演唱會嘅票就綁埋嗰個酒店嘅住宿酒店嘅餐飲嗰啲都捆綁埋一齊，咁令到咧就係嗰個歌迷佢嚟到嘅時候，佢唔需要煩乜嘢啦。總之我一次過就做晒啲套票咧，咁2日3日就嚟呢度度假或者乜嘢嘅，咁好方便嘅。咁呢一方面我哋要加強。咁樣嘅，咁即係同酒店，咁加埋一啲嘅景點，即係我哋香港咧有2大主題公園，海洋公園同埋迪士尼嘅，咁樣嘅。咁而家咧其實係我哋係咪可以留住呢一批客咧？咁雖然可能有啲客係嚟過咁樣嘅，咁但係我哋如果有啲優惠，即係譬如話我哋今晚睇完演唱會，我如果留喺香港嘅，聽日我入去啲2大主題公園，憑個票尾，我就可以半價入場嘅。咁其實對佢哋嚟講，都好都去多次，咁平平地。咁你要計條數咧，因為嗰啲入場飛係唔平嘅，幾百蚊嘅。咁如果佢慳翻幾百蚊，可能一個吸引力。第二個咧，佢其實覺得慳咗，咁又要使咗，咁可能入場之後買啲公仔IP 等等啲嘢翻去，咁其實都係消費咗嘅。咁我哋咧就要諗點樣留住呢啲歌迷，繼續喺香港咧就係消費咁樣嘅。咁因為頭先講嘅有啲內地客就係會即走嘅，咁即走嘅原因佢可能都覺得香港酒店都係比較貴嘅，咁所以我哋呢一個咧就香港嘅一個酒店要有一個合理嘅價錢，咁樣嘅。咁你話近近地嘅深圳嘅觀眾或者歌迷就翻去就無可置疑因為佢屋企喺深圳，可以即時即晚翻到去屋企啦。咁但係如果喺大灣區嘅，你譬如就算東莞廣州呢一啲，其實佢夜晚翻到去，佢未必即時可以翻到佢嘅居住嘅城市嘅。咁佢可能都要留喺深圳住一晚嘅，咁樣嘅。咁佢又覺得嗰邊嘅酒店可能平啲啦，咁樣嘅。咁其實我哋都要諗計去留住呢批客嘅。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夜經濟。我哋要做嘅，咁因為咧就係，譬如我哋睇完演唱會，
睇完波之後，咁你通常呢啲都唔會自己一個人嚟㗎啦，都係一班朋友嚟嘅。咁睇完之後都係好興奮嘅，咁一定咧就會去食下宵夜啊，去啤下啊咁樣嘅。咁我哋呢啲夜經濟其實要發展嘅，所以點解我哋委員會之前都建議喺觀塘海濱公園嗰度咧整啲夜市啊咁啊。咁其實其中有一個諗法就係可以引到呢一班嘅嗰個歌迷咧，就係睇完波、睇完演唱會之後咧，去嗰度去通宵都得嘅。咁樣呢一個咧就配套都需要嘅。咁我哋先至可以將呢個演唱會嘅經濟嗰個邊際嘅利潤啊，或者邊際嗰個消費咧就擴大。咁即係話咧，即係除咗各方嘅配套啦，即係就唔係淨係交通啦，咁可能仲有一啲嘅叫做合作式嘅一啲優惠啦。啱係啦，咁啊，譬如憑票尾可能搭車啊，或者去邊度消費咧，亦都可以做到個優惠嘅情況。咁啊，即係各方各面咧，咁其實都唔係淨係商界咧就單去做嘅，可能都要政府介入，就點樣去聯通佢哋。啱唔啱？因為而家好多時啲優惠咧都係即係佢嗰個演唱會主辦方去聯繫商家嘅，即係自己去接洽嗰啲嘅。咁如果政府係一個主動，即係對接嘅，即係有個機構好，有個組去幫佢哋對接嘅。係包括頭先講嘅兩個主題公園，其實政府係有股份喺入邊。咁其實佢都可以喺呢一方面做多啲嘅工作，即係一路咧做大演唱會呢個餅。好啦，我哋今集工聯熱話咧嚟到呢度啦，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